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通互阮伫今仔日，上帝你手赐互阮有水搁好的气候，会当互阮清早有喜乐的心来到伫圣殿来敬拜上帝，也通互阮伫今仔日的圣礼殿中间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因为上帝，阮伫今仔日有3位的兄弟要来洗礼甲信仰告别，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保守围雷伫受洗和信仰告别的兄弟的身上，保守因的心来赢过拢总的一切，伫上帝你的听内底来得到主你的保守，也看过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通伫即个秋天的时期，气候变化真大的中间，有主你的固守，愿主你来看顾甲引带。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的圣神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今仔日要来举行咱教会伫今年度第5次的圣餐，以及第3次的洗礼。我想咱通过伫今仔日到遮洗礼的兄弟姊妹，搁再一次伫主的面前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以外，特别咱伫即礼拜3开始，咱要进入到伫台湾旧历的7月。特别伫圣餐伫咱长老教会的意义中间，一直咧强调通过圣礼典来求上帝来临在伫咱的内底。咱恳求上帝的同在，甲咱三角之地，会当互咱得到平安，也通过主的临在来再一次提醒咱伫日常生活的内底，通过信仰来得到信心。我想咱今仔日要通过马太福音书15章21节到28节的经文，要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咱未开始的大声，咱要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导演部来帮我转过来伫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看即个台语。咱连续来读2遍伫马太福音书15章的28节。咱做伙三角来共读，请。你的信大啦，照你所爱的，甲你做成。再来一遍，来，你的信大啦，照你所爱的，甲你做成啦。感谢主，我想咱通过伫拄则明南长老带咱共读的这段圣经节内底，大家真熟，因为这是耶稣伫福音书的中间，咱常常通看见到，伊毋敢若讲道。伊毋敢若治病，伊还佫有赶鬼。我想伫耶稣遮的工作的中间，伫今仔日咱看见到圣经互咱即个标题叫做“迦南妇人人的信心”。所以我要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咱做伙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做伙来共读，做伙来看。伫今仔日的圣经的记载内底，咱看见到耶稣的行程。进入到伫一个非犹太人地区的所在，也就是伫推罗和西顿的境界。咱通看见着讲，当耶稣到伫一个非犹太人的所在，也就是无一定大家拢熟悉的即个环境中间的时，有一个妇人人主动来去见耶稣，伫迄中间来求耶稣会当来怜悯伊，因为伊的查某囝。犯着鬼真艰苦。简单来讲，咱伫今仔日的圣经内底，会当看见着讲，耶稣其实伫今仔日伊的行程是到伫外邦的所在。总是伫外邦这个所在内底，有一个妇人人来去求耶稣来怜悯，因为拄着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来犯着鬼。伫圣经的中间，特别伫福音书，若讲到犯着鬼，其实主要
是来互咱看起着讲鬼是来破坏上帝的创造。所以咱若照圣经的记载，安尼来做参考，会当来理解，互鬼附身的人伊爱去承受迄个痛苦是非常的困难。特别伫马可福音书，伊安尼来记载讲，互鬼附身的人，伊住伫坟墓的内底，无有人会当甲捆绑，就算用铁链也无法度，因为人做厝用骹镣铁链来甲伊绑起来、锁起来的时，却伊有材料来将遮个铁链，或者是讲遮个锁来甲伊拍开。咱通看起就讲，去互鬼附身的人，伊来违反上帝创造的秩序，伊去住伫坟墓的内底，甚至伊会当甲铁链拍破，然后来伫迄中间来伤害家己。所以咱会当看起就讲，互鬼附身的人是一个真艰苦，无论伫心灵上，或者是伫肉体的中间，拢得到真大的压力。所以当负责人伫耶稣的身边伫遐嗷叫，咱白话字圣经讲嗷叫，伫遐嗷叫讲主啊，代笔的雨会怜悯我的查某囝犯着鬼真艰苦。咱看今仔日个经文来对照咱2礼拜前看的五块饼2尾鱼的故事，耶稣的反应无啥共款。因为伫23节，咱看起着耶稣无应伊一句话，这个学生共款真固执，迄个心犹原无柔软，甚至安尼甲耶稣拜托讲，着甲伊去，因为伊伫咱的后面伫嗷叫。咱若甲即句话用较白话安尼来思考的时阵，的确耶稣的学生咧甲耶稣安尼拜托讲，敢会当较紧甲应付一下？伊对伫咱的后壁伫遐安尼嗷叫，实在是真艰苦，听了真压榨。所以咱看起着门徒迄个心无法度亲像耶稣的柔软，确实今仔日耶稣伫即个推罗西顿的境界，或者是伫迦南的即个所在，所表现出来迄个心情无啥共款，因为耶稣拢无应一句话。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通看见着耶稣甚至伫24节讲：“我奉车毋是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难定。”意思就是讲，我干那如你到伫以色列的家来成做正人的帮站，其他的所在是毋是我的范围。伫即个圣经的记载内底，咱包括伫保罗的批信、罗马人书嘛，看见着讲，连保罗嘛讲，救恩是对犹太人开始，然后到伫外邦。所以伫福音书也好，或者是讲伫保罗的批信内底，咱通看见着讲，一个福音的外典是对犹太人做大先，外邦是做后壁。但是伫即个过程的内底，咱通看见着讲，即个负责人并无因为耶稣无应伊一句话，就来停止伊的嗷叫，反倒伫耶稣安尼来甲伊讲，敢有人摕囝儿的饼献互狗是毋好。哇！咱看见着耶稣伫遮讲即句话，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因为耶稣讲摕囝儿的饼献互狗是毋好，就那亲像咧形容讲，你即个外邦人是狗啊。伫耶稣的即个意思内底，其实就是咧指出讲外邦人是一个无受教的意思。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耶稣伫遮安尼望讲，即个负责人会当去明白，但是即个负责人安尼来回应耶稣讲主啊，因为连狗也会得食因主人倒骹加落的饼油，就是迄个狗嘛会去食迄个落伫倒角迄个饼油，迄个饼油来成做因的帮助。哇！耶稣听到即个负责人安尼来回应的时阵，咱看见到即个负责人安尼信心真大，
来得到耶稣的肯定。也因为安尼，咱看见着即个圣经的记载，即个犯着鬼的查某囝，也因为安尼来医好。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咱看见着即个妇人人，伊捌耶稣。虽然伊住伫外邦，但是伊一定捌听过耶稣的所做，所以也因为安尼，伊来就近耶稣，甚至伊伫遮咧呼叫耶稣讲：“主啊，大必的囝。”咱今仔日所看的马太福音书，即个妇人人对耶稣的呼叫讲：“主啊，大必的囝。”伫马太福音书的记载内底，这是代表一个医治甲怜悯的意思。所以咱对这会当看起着讲，妇人人的信心是知影讲耶稣的能力，通成做囝儿的拯救。所以妇人人对耶稣的称呼，他袂讲，若倒来到伫旧约的内底，这是犹太人对着弥赛亚的一个称呼。所以妇人人伫遮伊的呼叫，伊的告别，嘛是咧甲咱讲起着，伊相信弥赛亚的救赎会来成做全世界的帮助。进一步来讲，外邦人的信心来去对照伫马太福音书15章古早人的流传内底，咱通看见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的毋信，因的固执，因的心意。因掠做讲，我若家己守好条，守甲律法，遵守好好势，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就会当得到救。确实，今仔日咱看见着一个外邦的妇人人，伊的信心，伊愿意来相信耶稣，会当来成做伊的医治甲帮助的时阵，会当伫即个经文内底帮助咱看见着一个谦卑和骄傲的一个内容。搁较要紧的是，咱嘛会当伫即个圣经的内底看见着相信和毋信的意义。其实咧看今仔日个圣经，我感觉真趣味，因为传统的解说内底拢甲咱讲起着妇人人的信心，特别咧强调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信心。等下到伫耶稣的讲话内底，那亲像今仔日耶稣的工作的范围，敢若伫犹太地区。但是咱注意来看，这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伊对着囝儿的疼，这个妇人人对着囝儿的疼惜，伊清楚知影讲耶稣会来成做伊的帮助。咱通看见着这位妇人人，伫伊的生命中间面对着困难的时阵，伊所表现出来迄个信心，是来自伊对苦难的毋甘愿。所以伊伫迄个毋甘愿的这个心情内底，伊毋愿意去相信讲，为什么弥赛亚的救赎敢若伫犹太人的身上？弥赛亚的救赎应该是伫全世界，毋敢若犹太人，嘛伫阮外邦的内底。所以咱通看见着讲，这个妇人人，伊对着耶稣的应答，伊讲：主人倒骹加热的饼油，连狗仔嘛会食。就是伊来拒绝被排除救赎以外即款的困境内底。伊的毋愿是期待讲上帝的救赎怜悯会当进入到伫伊囝儿的帮助甲拯救，会当通过伊的救赎，互即位妇人人的信心来成做稳定的入口。各位兄弟姊妹，妇人人的毋甘愿来表达伊的信心，妇人人的毋甘愿。伊深深相信讲，伊的祖囝会当配得上帝医治，伊的查某囝配得上帝的怜悯，何况是迄一点稳定，嘛是有够强。各位兄弟姊妹，我想咱倒来到伫圣经安尼来做对话的时阵，
有人人个唔甘愿，嘛来表现出伫咱献主时，咱伫生活个中间，咧提醒咱，咱敢有向即位迦南的负责人同款的信用？因为伫即个唔甘愿的中间来对照，也代表讲人有真侪时阵是无稀罕，所以人无稀罕，人也代表讲无地域有关上帝的救恩。所以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爱必须承认，伫即个时代所带来的价值观甲批判，其实拢咧甲咱讲，宗教信仰是一个真传统、真落伍，或者是讲无需要耶稣基督。依到伫社会面对着宗教信仰这个事，是无底义。真侪时阵，咱通看见着咱甲世俗的价值观，安尼对咧行。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夜香就安那对拜。当咱亲像讲，今仔日这个信仰对咱来讲是无意义，会当有，或者就是讲会当无，也因为安尼，咱就忽略耶稣基督是全人类救主的要紧。我想倒来到伫信仰的立场，咱做伙来思考的时阵，嘛是咧甲咱提醒，现代人对着上帝的恩典是无法度去感受，所以也因为安尼，咱对着信仰是无要无紧。换一句话讲，当人若忽略上帝恩典的时，人太会有迄款唔甘愿的态度，用信心来去追求和克服上帝的恩典。我想伫牧会的中间，其实有当时咧探访，特别伫病院，安尼咧和会友咧互动的时阵，看见着会友的病痛，实在是真艰苦。所以，当到伫病房探访会友，或者是伫最后和会友伫生命的关卡伫遮咧沟通的时阵，有当时，包括我嘛会问我家己，若我面对着生命生死的即个功课的时阵，安尼要安怎？我想伫政治站。咱所敬听的贾林淑院长老娘，伊伫伊最后留一句话来甲咱大家做伙勉励。我想迄是一个真激励的一句话。伊讲爱有信心，爱有愿望。当然，咱若照即个圣经的教导内底，嘛是咧甲咱提醒，人伫苦难、衰难的中间，信仰的溃烂带来支持甲鼓励。但是，无需要邀请咱换一个角度来去想，当咱互苦难的压迫的时，咱爱有迄款唔甘愿的心态，通过迄个唔甘愿来突破苦难对咱的压迫。咱通过迄个唔甘愿，会当帮助咱。虽然面对着苦难，面对着死亡，却是咱会当因为信仰的溃烂，帮助咱的生命会当成做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今仔日咱有3位的兄弟要洗礼甲信仰告别，牧师爱提醒咱3位的兄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靠伟大的上帝。咱求上帝，互咱
迄个唔甘愿，伫面对苦难的时来替大咱的信心，互咱唔甘愿会当来突破苦难的压迫，因为咱信靠上帝。当咱信心愈大的时，咱会当来领受搁较侪的恩典，通互咱实在伫上帝的医治和怜悯的内底，来互耶稣甲咱讲：是啦，你的信心真大。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恳求你的神，加添开力互阮，互阮面对着苦难的时，毋是点点伫遐承受，毋是点点伫遐来流目屎，是当阮面对着苦难的时，阮会当亲像这位妇人人的信心所表现出来迄个毋甘愿。会当互阮勇敢倚靠信仰来突破苦难的压迫，嘛通互阮伫迄个毋甘愿的中间来牵调对上帝的信仰。天父上帝，阮求你的神来成做阮的帮助，降临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淡水教会每一个兄弟伫日常生活的内面，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事，拢会当有信心来去克服。嘛通倚靠信仰，毋甘愿伫苦难的中间点点受压迫，颠倒倚靠主来得到永远的快乐。愿上帝教阮三个伫地，当阮伫两边要来举行圣礼典，也愿上帝来成做阮的祝福。愿将这个事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上帝带领甲引带。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